环境总讲是较垃圾，就会较侪鸟鼠，粪扫多，鸟鼠也就多。美国华府即马有民众训练狗仔来掠鸟鼠，而且效果真好。狗仔的主人伫头顶看到各种狗仔，那开讲，那伫个小巷内底弄来弄去，翻找粪扫堆。无偌久，突然看到拉狗亨利向壁甲冲，甲要走去的鸟鼠夹掉的。受到新冠疫情影响，出现甲食物客走，伫个互我用餐的消费风气，也毋过伫个互我食物件人数增加，嘛互暗时伫个巷仔内粪扫堆内底的鸟鼠数量增加真紧。美国华盛顿都在地饲狗的居民，家己组成掠鸟鼠的队伍，用拉狗来掠鸟鼠。 People will talk to us, give us hugs, thank us, because a lot of the times with these people, the pest control companies aren't taking responsibility. 当地媒体报道，华盛顿的鸟鼠问题是真严重。2022年，地方政府就接到将近13400件通报有鸟鼠的电话，比2021年增加2000件。掠鸟鼠的队伍平均一礼拜会伫区域巷仔巡逻一届，一暗只有巡逻3点钟，就当掠到30外只的鸟鼠。猎犬动物学家克瑞根认为，用狗掠鸟鼠的做法是数百当前倒位办法，当时的农场就是训练狗仔掠歹虫甲鸟鼠。 Rat poison takes a few days sometimes to kill a rat. When the dog kills a rat, he snaps its back, and once its spine is broken, it's really not feeling anything, so it dies very quickly. 除了狗仔、鸟鼠上大的客饲，猫仔嘛是会当掠鸟鼠的动物。动物组织针对动物救援联盟，为2017年开始，就收养流浪猫仔，而且开放予企业领去饲。暂时已经成功予企业领走400只的流浪猫仔，其中就栽培花蕊的相关业者，挖靠认养的猫仔，甲一只鸟仔饲料，也是破坏肥料地下的鸟鼠赶走，嘛予业者的损失金额减少到过去损失的1成。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。